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分享。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一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让我们一起对主说，主啊，我承认我有偏见，我承认我会软弱，但今天我选择不再看环境的那个拿撒勒，我要看见的是你的荣耀。我把这份侍奉，这份与主你的关系，甚至我们内心那个受伤刚硬的心，再次交给你。让我们用这首歌来预备我们的心。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还有赐给我们属于他的梦想，他的心意。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我爱你，我
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时候能够透过网络在线上与你相聚。主啊，在许多外面的世界，或许有许多的纷纷扰扰，甚至有许多的战争让我们感到害怕。但现在我们恳求上帝，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与你同在的生命里面能够得着平静安稳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灵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我们要将今天这一段直播的时间完全交托，我们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求你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能够再一次拆毁我们心中那一些自以为是的城墙，除去我们一切拦阻我们认识你的偏见跟思想。恳求圣灵在这短短的30-40分钟的时间内，赐给我们能够有看清楚的意象跟启示，也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像当年你在无花果树看见拿但业一样。今天也请你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在荧光幕前收看的弟兄姐妹朋友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心灵能够得着听见主你的声音，也能够领受你对我们在家庭、生活、工作、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更新的心意。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着自由的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突破偏见，塑造生命。今天我们的经文的内容的范围在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心灵里面，包含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突破一些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偏见。我们需要去突破它，我们需要去改变，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做更大的发展，更大的成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个姐妹，那她在机场上呢买了一包饼干，她坐在这个候机室，就等待飞机的一个地方，她在那边看书。这时候她发现她旁边有一个男弟兄，一个男士，竟然大辣辣的直接拿起他所吃的那一包的饼干，他所买的那一包的饼干，他直接拿起来吃。这位姐妹呢，小姐呢，她直接非常的生气，她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礼貌，穿得人模人样，他竟然是一个小偷，竟然当着我的面前直接吃起那一包饼干。哇，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去特别去对他说什么，他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心里面不是滋味。当最后把那个饼干吃到最后一块的时候，这个男士呢竟然笑笑的，然后对他呢把这个饼干还把它分成了一半，然后分给他一半，然后呢非常潇洒的再把另外一半直接把它吃掉了。哇，这个小姐，这位女士呢非常的生气，她一直到她上飞机的时候，她打开她的包包，发现说原来她买的那一包饼干竟然原封不动就在她的包包里面。其实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原来这个没有礼貌的小偷其实是一个大方分享给这位女士的人，而这个自以为好像受害的这个女士才是那一个吃别人饼干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偏见的一个故事。我们常常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看家人，看同事，甚至看待教会，看待同工。我们自以为我们好像看清真相，
但其实只是看见了自己的偏见跟成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对好朋友腓力跟拿但业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上帝他如何打破我们当中的这个偏见，而重新塑造我们从圣经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43节到51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来，就论到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打发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非常的有趣。拿但业他是一个加利利的迦拿人，许多人都认为拿但业应该就是这个巴多罗买。如果有机会你去了解，他实际上他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拿但业呢，他是他的朋友腓力引领能够信从耶稣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节里面，正是在谈论到当腓力非常兴奋的找到了这个弥赛亚，他发现拿但业竟然能够用一个冷冷的一句话说：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当这位拿但业他突破他对耶稣的一个偏见，主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一起来看，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其实非常有趣。到底什么是拿撒勒的偏见，拿撒勒的成见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时在拿撒勒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一个非常一个小山村，所以拿但业他意思就是说，拜托，上帝如果要成就大事怎么会选择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他竟然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各位弟兄姐妹，拿但业他用他的脑袋，他否定了上帝的作为。但耶稣非常幽默，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他并没有生气，耶稣没有生气，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称赞拿但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我们从47节里面说，耶稣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见当拿但业他用他的脑袋去否定上帝的作为，而腓力他是非常真诚的，非常喜乐的在跟他叙述他是一个弥赛亚。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里面，我们从这段圣经节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带给我们在家庭、工作还有在教会生活当中，其实带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太太或对自己的先生你就是这种个性改不了了。他就是这种个性，他是改不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偏见，这也就是拿但业的偏见。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看到某些同事不顺眼，他能力不足，我们就觉得他做什么没有什么动机，没有什么出头，没出头。
当我们给人贴上标签，我们就关上了看见上帝透过这个人他身上所要动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尊重上帝的仆人，我们也需要尊重在群体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需要撇开像拿但业这样子去看待的角度。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不小心拿着这种好像拿撒勒式的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这个拿但业，他说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的？我们会用这种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小教会人家是大教会。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够用这种角度去看待神的教会，我们看待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好像看透，我们好像知道说这个就是必然会怎么发生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却忘记了上帝丰富的恩典。每一个人都正在被上帝的圣灵感动，被雕琢。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就像是一个还在雕刻当中的一个半成品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成见去把自己与人，或者是把环境、把事工、把神所要做的工作把它隔一道墙的时候，其实很可惜，其实是我们亲手推开了上帝原本要透过这个人或那一个人所做的服事来带给我们祝福。所以有些时候信徒也会对教会、对牧师，甚至对其他的信徒有这种拿撒勒式的偏见。注意，我不是说拿但业，是拿撒勒式的偏见。可能觉得牧师的风格不合胃口，某一些人的言行举止偏差的行为感到有偏见，或是我们觉得教会的某一项决策、事工的做法不够完美。当我们开始在背后批评、论断上帝的仆人同工所做的一个决定的时候，相对的，我们也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标准来评量上帝恩典的大小。各位弟兄姐妹，这不仅仅是亏欠上帝的荣耀，也是亏欠了属圣灵要对我们感动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一个健康的教会信仰团体不是建立在完美上面，而是应该建立在尊重而且是合一这两件事情上。即使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完美，看不到结果，但我们依然能够学习尊重对方。如果拿但业他执意的坚持他的立场，他的偏差的意见，我相信他一辈子都遇不见耶稣了，他也没有办法做耶稣的门徒了。所以其实我们要如何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偏见拿掉，不在于你懂多少，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偏见看清楚。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几个问题。其实在家庭里面我想在家庭里面我一直觉得有些家庭，特别是夫妻关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夫妻的婚姻有所谓的金婚、银婚、同婚那金婚这50年印象中好像是50年。那我曾经去遇过说，哇，为什么你们可以结婚那么久，50年的时间，可是他们非常喜乐，甚至有些时候听到他们说他们从来不吵架。我曾经去问过，普遍其实大部分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他们是因为对方完美而在一起吗？其实我去问过，他们都说 no， 他们彼此有不一样的意见跟想法，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们也会有先生喜欢乱丢袜子，太太也爱碎念的，都有。
但是他们分享到，一个支撑这个家的，不是你都没犯错，而是在于，即使你看见我的不好的地方，你依然尊重我的这个身份，我就是你的先生，我就是你的太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爱里面，我们不能够用身份、用地位、用外在、用属世的角度去定义一个人，而反而要更清楚知道，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即使这个人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好，但是我依然尊重他这个身份。在教会里面是神的家，不是一个模范生选拔赛了，不知道谁做得好，我做得好，不是。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不是用完美去审判他，而是用尊重去扶持他，用主的爱去扶持他。我们是需要用爱，用更多的激励，用鼓励跟敞开的方式去了解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彼此改进。我觉得这样的教会一定可以非常的复兴跟茁壮。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关乎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术，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这个手术里面这个执刀的医师还有麻醉师、护理师一定都是在现场。那麻醉师他不会因为说这个执刀的医师看起来好像很累，就跟这个主治的医师或者是执刀的医师就说，医师你太辛苦了，那由我来帮你吧。护理师也不会觉得说医师语气不好，就怎么样，就特别把他拿错的这个刀具给他，不行。他们不见得彼此之间的性格会一样，会相同，但是他们尊重彼此的专业地位。我觉得在医疗里面，在医院里面，都可以如此的，大家来互相彼此担待，为的就是要救人。那么在教会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就是要去救人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牧师、领袖、长职、同工，每个人都有上帝所量给他们的位分。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好像变成同一个样子，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要像牧者一样，我们要像谁一样，不用。但我们需要去尊重，我们需要去尊重每一个人，上帝给每一个人他身上所应该有的托付的身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期待我们去完成的非常完美上帝的心意的工作。我们在不同的教会一同在建造属于上帝爱人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团队工作，我们需要能够彼此接纳不同的声音，甚至不同的机会，还有不同的方式，我们才能够让教会能够建造出一个什么，就好像这个交响乐团一样。交响乐团每一个这个乐手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恩赐能力，有人会拉小提琴有些人他就是吹萨克斯风或拉大提琴或者是大鼓打大鼓落地鼓。而每一个交响乐团的成员，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他们可以每一个人都一样吗？那应该很难听。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拉小提琴，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交响乐团听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灾难你听这种音乐应该不会很好听一个乐团一定要有高音、有低音、有敲击的声音，甚至每一个人所吹的每一个音呢，大家在不同的位置上，再透过这个指挥家，大家愿意配合，然后愿意互相的去修饰，然后来互相掩护，这个歌曲它才会怎么样？才会动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不同的乐器一样，一个健康的群体，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能够容许人走音的。我记得我们在合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的指挥总是会跟我们讲，如果你的声音会大一点，那你要知道别人的声音跟你的声音的差别。如果你总是一直唱得很大声，但是你不注意别人的声音，那这个合唱团会因为你的声音过大而怎么样，而让整个合唱的诗歌就走了样。那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小，那你也不敢勇敢地唱出来，那么我相信你的声音就没有办法达到你声音的美感，因为你太小声，你没有尽力。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身份，我们都必须要互相能够包容。所以在合唱团里面走音是正常，但是要如何慢慢在训练当中不断的调整，等到我们要演出的时候，就如同我们要在人的面前诉说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当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也预备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一个突破偏见而能够塑造神所喜悦的生命呢？我们要注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腓力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他没有跟拿但业说什么，没有跟他辩论说弥赛亚是没有，他只说一个，他说你来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信仰里面需要有这个动作。行动的起点不是你来听了，不是你听我讲完就好了，而是你要亲自去看，去明白，看人家怎么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牧师用3个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亲身去体验。如果你没有亲身去体验，你总是去听有些时候你只看，但是你没有去实践。注意是亲身体验。你不要听别人怎么去说你的教会，你也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的牧师，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来到上帝的仆人面前，我们一起参与在侍奉里面，你就会经历到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做教会的策略方法要如何来走。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希伯来书13节到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牧师并不是在为牧者为每一个牧者来说话，并不是，而是我希望大家明白，其实每一位上帝所差派的仆人，在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有一天需要交账。所以当我们在牧养神的教会，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我们会感到忧愁，我们会感到难受，但是我们还是会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不是去论断，我觉得我做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在人的牧者里面，我觉得我不会去因为别人做的不好，而我很希望去说就是因为别人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施展我的能力，并不是。我反而会去想，到底我做的方法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你教会的牧师感到跟你在一起同工是快乐的。其实每一个牧者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是压力非常沉重的，因为牧者在面对的是每一个生命不同的面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在带领大家的时候能够感到快乐。我们相信你的灵命也会因此得着益处。这就是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13章17节所要传递的重点。最后第3个方法，也是牧师想要邀请大家，期待我们能够在无花果树下能够遇见神。其实无花果树叶子算蛮宽大的茂密的，甚至能够遮蔽阳光，所以它提供给人一个非常凉爽的休息的空间，私人空间。
所以在古时候，这些拉比老师还有虔诚的信徒，他们这些信徒在默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与神亲近的时候，他们唯一选择就是会选择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耶稣说看见这个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拿但业，我看见了你在那安静的时刻当中，你内心对真理的渴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拿但业他被称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这跟他在无花果树下的状态是有关的，而不是在于他说了那一句话，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的那个意思的人，不是，而是在于他在无花果树下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的是，他好像会说什么很好的话啦，他做很多服事啦，但是我们看那些私底下好像讲那些话很冲的人，还是如何，我们就会怎么样？这个人，不 OK。各位弟兄姐妹，无花果树下是一个人脱下社会的许多的一种这种面具，而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耶稣看见。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鼓励各位，上帝不在意你有没有疑惑或偏见，或者是像拿但业一样这样的直白，但是耶稣他在意的是你愿不愿意在他的面前展现那最真实的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除了你在人的面前要如此，你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上帝都会知道。所以不用在人的面前去装饰你自己，不用去人的面前把自己弄得比较圣洁，不需要。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最单纯的心。拿但业他放下的成见，那一时刻耶稣应许他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你愿意放下你心中的那份固执，愿意重新尊重你身边的人，爱你的教会，支持你的牧者，相信你的生命的那一份天空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自己的世界，就会怎么样？就会打开。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比你想象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宽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领受这份祝福，让我们能够突破许多我们有许多你一直走不出来的那一种偏见的心思意念，而再次让神的话重新塑造你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完全甚至满怀许多偏见的时候，就先看见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看见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也恳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貌取人，常在言语当中亏欠了上帝你的恩典，甚至得罪了你的仆人跟群体。今天我们恳求你赐下腓力的勇气，带领人遇见你，也赐下拿但业的转变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懂得如何拆掉我们心中的那道墙。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爱、尊重与真实遇见主的地方。祝福每一位在线上的家人朋友，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看见天开了生命的奇迹。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滋润丰富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带领大家在新的一个礼拜能够有新的生命，在明天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得着更丰富的祝福跟智慧。愿主赐福大家，我们期待下周再见，愿你平安。